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真欢喜，咱搁一届做伙来看上帝的话。约伯记有记载约伯的三个朋友和约伯的对话，因的对话拢总有三个回合。咱今日所要看的是约伯记第20章，这就是第2轮的对话内面，约伯的第三个朋友所发伊对约伯所讲的话。对第2章的记载来看。约伯这三个朋友和伊有真亲切的一个关系，因非常关心约伯所拄到这个苦难，也希望会通来安慰伊，也帮助伊会通行出所拄到这款的苦难。但是咱也对后来的对话内底过程内面，咱会通来看，约伯伊其实无得到帮助，甚至是通过这个对话佮拄到更较侪的伤害。因彼此之间的对话，有当时嘛变成一款的辩论。伫这段的经文内底，说法伊有讲到几个重点。第4节到11节又讲，歹人虽然是暂时来兴旺，但是最后一定会得到灭亡。12节到15节，伊是咧讲，歹人是伫咧罪恶内底来享受快乐。16节到29节，伊讲犯罪所带来这歹的结果。咱若是简单看说法，伊所讲这话的内容，原则上并无啥物所在是毋对的。圣经内底嘛有相像的教导，嘛有真侪所在。但是因为说法伊所讲这话的态度是真急、真冲动，所以这话并袂当互真正为约伯带来安慰，反倒是互约伯感觉受定罪。读约伯记，咱一方面会当互咱去思考生命苦难这个问题；另外一方面，更较通互咱做伙来学习，要安怎做一个好的陪伴者。箴言25章的11节，要安尼讲一句话，讲了合宜，就那像金的苹果放伫银的网仔内面。一句话内容正确的话，必须得要用对的态度。伫对的时间，伫对的场合来讲，安尼才会当发挥伊正面的效果。愿咱拢通做伙来学习，讲对人有造就的话。今日也是中秋节，也祝咱每一位兄弟姊妹中秋节快乐，上帝祝福满满。